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香港學界運動升學資訊頻道，我係 Energy。今日呢一集係號外，因為有訂閱者問我一個問題，可唔可以講下香港運動教練其實點樣生存啊？今日我唔會同你講理想，亦都唔會賣夢，只會用現實角度同你拆清楚香港教練嘅生存模式。點解香港教練咁難生存？嗱，首先要講一句現實說話呢，香港其實唔係一個適合獨立運動教練生存嘅地方嘅。大部分資源包括場地、平台、資助同升學渠道啦，長期被慈善團體、非牟利機構同體育會掌握。獨立教練好多時只可以喺公共地方教學咯，而機構本身有場地優惠、形象同制度優勢，所以唔係教得好唔好啫，而係制度一開始就唔公平。第一種模式，全職私人教練，第一種生存方式係全職私人教練啦，但係唔係所有項目都適合噶。如果你教嘅係新興項目，又係市場早期入場，再加埋教學有質素啦，肯溝通肯跟進，其實係有機會靠人介紹人嘅，越做越穩，甚至建立自己平台同團隊。但係呢條路唔係主流噶，佢亦都唔適合大部分年青教練。第二種模式，半私人教練最常見。第二種係最多香港教練行緊嘅半私人教練，一半時間咧喺體育會或者機構教學，一半時間發展私人學生。我要講清楚，唔係家長錯啊，亦唔係教練全心越界，而係制度下自然會出現嘅。係咁，如果家長嗰個定位清晰咧，就知道係興趣定升學，其實係冇問題。半私人模式嘅風險位，真正問題通常出現喺中後段咯。當學生要打出面比賽，開始比較成績啦，進度又未如預期，家長會自然想佢可唔可以再快啲？但係私人教練冇上司，冇技術團隊可以諮詢嘅，再加上只要運動同升學掛鈎，去到某一個位，家長一定會貪心嘅。教練如果因壓力做咗灰色操作，有機會影響同體育會或機構嘅關係嘅。第三種係全職機構教練，一般平日教校隊或者專項訓練，週末教興趣班，每個禮拜大約20至30小時，收固定月薪，生存唔難，但係發展空間有限咁樣，除非係大型體育會啊、總會啊或者港隊相關體系。我講嘅其他專業資格唔係講 AI 會唔會取代你，而係一啲制度承認可以支撐你人生下半場嘅能力，譬如會計啊、物理治療啊、工程牌啊、水電牌、心理學相關資格，甚至一個拯溺牌啊。呢啲資格唔靠比賽成績，可以同運動互相加成。總結一句，香港運動教練大致得3種嘅生存模式，每一種都有風險嘅。嚟緊我會再分享教練以外，或者利用而家教練收入咧，再發展其他項目嘅經驗。最後一句我一路相信嘅說話，咁佢就運動可以屙然，但係人生一定要有後備嘅。咁如果你想知道你小朋友應該先行總會定先專注學界，邊個階段轉會先合理？點樣用最少時間配合學校定位？或者直接留言問我，記得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